刷的都变长。中上进下，中上进下，两项之名，中学生运动，如何完成啊？进走啊，他就在这，他就一样啊。你这个来进走啊，刚刚看就来对决，他就一样，你来对决啊。
点啊，那再把飞起来，慢完全，那最好是保持啊，那最好是保持啊，慢完全，慢完全。啊，这里最好。叫视频叫起来哦，因为两边哦，要叫起来喽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啊，慢一点，先叫起来喽，别去哪边啊，别去哪边了，慢一点。我祷告啊，加水平台面，水内多向，水内多向起来啊！用上正法，用上正法，用上同同，你会发现吗？来，要站起来啊！先站起来，快点！有一种正法，你要看到交通的变化，然后目标关到是改变。将无限感，将无限力量内有无限感，从我们的上线做好。
性格，人民性格，人民今年只有服务，人民真性格，上进自我，红红的动物最跟吉安道性展现。从中市为王，老分改装，各为王，地下的马们的增加再增加。中上性格，中上性格，就是名是用好，进度满变化，有缘渺渺传你可以。啊，我再吹一个吼，吹一个好了，拜托一个，后再会到这里嘛，拜托一个。我开一下嘛，我开一下嘛吼，大家拢快吼，麻烦一个，麻烦一个，哦，麻烦一个吼。来，中原性格，中原名片难得，开天两线，上进心高。哦，跟上声讲迄无清楚。
我记不清楚。对，前面看。中上县啊，中上县啊，中上新年今年的开天养的，中州新年开天养的，优惠进行办嘛的，信多关注啊。到成功了。欢迎现在欢迎新年好。用开天之门。可以清楚。阳光变热了。这种啊，他不会参考别的地方，这种有地方。今年到这边啊，根据和地中啊，新年地中新年，跟农中新年，地上地中，新到新中看看这边中，对啊，还有八座啊，我跟有切分啊。会关注开发市生产情况，离婚率、天生性、遗留脑质活动、情报数大，2天，第一天，早上7点，中上市场，中上市场，中上新年好中，黑中现代市场，中州新年好中，优惠进行产业。中银市场，中银三市中。这个也拍了那么8点多了，晚上8点多了，好像7点半就开始了。今天第一天呢，还有明天，明天还有，明天还有。哦，估计我们优惠进行慢慢的，榴莲娘娘传节庆，庆祝晚上。
欢迎欢迎，今天太阳哥，今晚你在那边参拜。今年在提供早上都有，有人在天天早上也有。今年也明天早上也有。中明地下中明，今年太阳哥，有明天水。地下上运祝贺，我们从这更加靠近展示，中央院谈5秒分，来传这委员特别忙的，感谢再感谢。然后北边有设神堂，有请那个给我转，给我他已经听到这个位置，经过。中上正下中上今年太阳中，中到今年太阳中，有分了了全身力，进得关键啊！来，麻烦一个，咱这边倒起来啊，因为这样咱挂起来了。好，麻烦一个啊，麻烦一个。咱挂起来，咱这样就搞了，咱这样就搞了。
用上性法，用上性法，用就是你要做的这样用，用不中用，有会观念吗？有点。将您性法，将您性法，将您今年这个天还行性能，已经按照这样上进术了。
光明的光，很好的路，还有健康的，有公益树，我也能够做成。公益树是有德于人民，都有做成的事。哦，要最早的要点那里，头发头，对。麻烦一个，叫你家的哦，就是在这哦。麻烦一个，你配合一包好不好？大家有看到，你等下会收钱就歹势啊。你配合一包好不好？麻烦一个哈，来一个哈，这一包好了，麻烦一个哈。我做大家看哦，我做大家看哦。然后公庙系统，我拿了一包鲨鱼剑刷一件，刷一件呢，鲨鱼啊和鸡最鲨鱼剑，鱼岛还有龙棍，鸡米啊，龙川的鸡米，龙干要去刺青，还有那个鸡母，然后经过骨头、骨头、隔三跑倒吊三跑，倒金是倒吊三跑或者倒青的三跑，关节印，名师指给开先锋。从口诀交和好手印，关节印，交我到蓝天马的对照的三中山四大，中山四大，永中一名不失中，刘爱清时大万年，刘爱渺渺传神力，幸福万天堂。麻烦谢谢啊！
哈，这边对，我加两个对，打完对。来欢迎今年变出现代艺术团，你们准备要表演，大家江家过来一起啊！江家准备好，这里放对，准备好，放完点，我这里放对，这边拿下，OK， 我说等他快，他会教爱他，我说等他快，他会教爱。江家过来，对，因为要送上以后，要求。我在江家现在这个现在的好像比赛的表演啊，来发完的，当然还有9个礼拜哈，那个9个礼拜哈，中年性格，中年啊，但是
上正下，中上正下，中做一名办道长，如果真心办万年，如爱命了全全力，进度完成啦！欢迎各位欢迎，今天的群老母有主理委员第3名担任đoàn體委員，將祝喺正式培訓上成功。國家主理委員吳良文，第團體委員謝謝我哋感謝再感謝。冬天要去然后积水欢迎各位欢迎，今年有联络在快乐团体玩，今年后我们的东西在刚才的这种现场研究，有在用。然后这个后来会干嘛？将明天下，将明之名，用最终培育师弟，您安康的上进不落。
明天还有五季冬，看天气，天气有天上去。正大中山正大，中在一名中正山，在英雄慢慢有下了传统的信徒湾下。哦，在新中国中南边的龙胜宫，还在天受听学主持有赵胜武跟第一赵主持。中民正大，中民正大，中民富，也是中正大的人，我们的上进气候。新中国中南边。今年火车站北边那个平交道附近有那个好像土地公庙啊，其实那是龙胜宫五园里面好像哪一园有龙胜宫5个园，中园、东西南北园里面1个园。这是新年火车站那个平交道附近。龙胜宫去年也有那个进大，是然后大，连水户地公都要参加，好像开始公园。今年公庙土地公，还有镇南县既然公大真武殿有天上宫四座大殿，然后空天认同的龙胜宫啊，龙安府啊、万道堂啊、建堂啊、天后宫啊、慈惠堂啊、富庇宫啊、泰安宫哦，延平郡龙府啊。入庙已经1个多钟头了，明天晚上还有。哦，明天要去。今年完了，我们要去公司。中山正大，中山正大，中山龙南富，刘慧慢慢的，有烟家的传承力，信徒湾下。玩家的不是，你看啊，有伢在这里啊。新中国中南，新中国中的东边啊，新国高中东边啊，新营新发展的东区啊，东区发展的新营新国高中东边东区，新东区然后新东市区发展的很快。欢迎今日欢迎，今晚大家有最委婉，我家里算呀全最委婉，种我们的东这个才是建构现代的秋。
大旗的哈，那个旗子叫大旗。很好来，神教前面那个远远的伞，那凉伞。哦，你看，有人带天链的，看拿扫把在落地上，还要担那个马草水，拿咩草水。妈祖庙是搬那个花篮，哎呀，天子很天子温馨啊，天子温馨。哦，看有人带天链的，带天水灯。中年时啊，中年时啊，在人民在天出去，有些出去的上街之后，我们从最终讲到最前面，真正分为完五了分，在全体委员去12万位的感谢再感谢。上帝为公有要向前去迎接成真圣像，那扶着神教一起入内。从寺庙三进三出。明天还有哟，今天7点半入内，已经1个多钟头。今年太祖宫要先安了，还有水陆地方还有参加。今年会地宫，你讲朝天宫妈祖都有请过，新港奉天宫妈祖也有请过，李线桥冬季宫妈祖也有请过，后壁的下节宫太安宫妈祖也有请过，今年的还有天后宫，那个虎溪边啊，天后宫也有妈祖宫。那西宁护地宫也是供奉妈祖。中山县啊，中山县啊，中山今年在天意，牛车精神8万年，牛年年年长天意，红个个东北中容易变个。远水护地宫啊，新宁太祖宫啊，有人带天链啊，要参加那个庙会。还有请北港妈祖庙，北港朝天宫妈祖，还有公园，新港奉天宫妈祖，还有公园，后壁下节宫太安宫妈祖，还有新宁的是北胜桥冬季宫妈祖。天水护地宫也是有。今年还有天梦宫，也有斗会妈祖。今年还有护地宫，也是供奉妈祖。今年护地宫都是从远水护地宫分购。太子宫那边也有护地宫，也是从远水护地宫分购。要进活动已经入庙已经1个多钟头，前面1个钟头多人，现在的庙没有那么多。你看，还
超圣母的好不要相正前去圣教。护臂宫呢，有盐水护臂宫哦，盐水护臂宫，花神教，又有圣宫、王法、仪仗，各叫仪仗。来，这边开始吧哈，这边是包好了，拿完去，然后啊，这边这边放后照片，这样子，拿完去啊。
这么大声的是水管。前面是新港澳天宫了，后面是北港澳天宫。家吼，啊，等下留一个咯吼，我感啦吼，要时间来，麻烦一下，这吼，新感冒要入家，再来接要来，新接要来吼，再来新接要来，麻烦一下。还有北港朝天宫也有。哦，第一天，昨天就恭迎妈祖到地宫了。还有下茄东太安宫妈祖，妈祖转生妈祖，请妈祖很有钱哦。贵的哦，再来咧准头标那个，再来准头标那个，麻烦一个，上大价一个，再来哦，咱个准头标那个，准备一个啊，好不好？麻烦一个，后头再更广哦，高标的哦，麻烦一个。哦，神龙，舞龙，表演
然后还有1号。办公。新港岸边公园，马祖村教育，北港朝边公园后，马祖村。三星，还有三星。这是垂线桥通济宫的吗？垂线桥通济宫的妈祖神教。那对了，垂线桥，线桥通济宫吗？对哦，对，垂线桥通济宫吗？新年垂线桥。两天绕境，明天来有。金女王公庙通济宫4年一次绕境活动，4年一次绕境活动。中年正在中年2+3，太阳中年总进站2+3号。暖身吗？这个暖身吗？暖身吗？神像很大。后壁车车通，太安宫妈祖。中年里面在生意，希望从这我们你通过的战线数哦。哦，这有带天链的，带天链的王马。有带天链的王马。我怕鞭炮声了，不忙啊，怕鞭炮声，听到鞭炮声就乱。
大象也会太乱。还有个妈祖神像，软山妈祖神像很大尊啊。哦，我马有人在跟着你。当然回他2029年己亥生肖猪。哦，你看上面有那个令旗啊，圣旨啊，王令啊，有令旗有王令，也有神像就绑在马背上的，安都要，他说安。对神像的恭敬，安放在马背上。哦，他说金哦，黄旗王令，黄旗又有。哦，3匹马，先令旗进去，然后再来是王令。哦，金哦，要说金哦。开张圣王圣诞是2月15号，他提前办到进活动。3天有活动，第1天是去游马祖，后面2天是绕境。4年一次。哦，金哦，王令，恭迎王令。那马叫王令。哦，官将士，好不好？上来表演场，抓他进去，那最好是高啊，好吧？那最好是官将士，36官将士，那最好是吧？官将士。哦，还有高登汉。官将士，官将士。